2025年10月11號咧，世界盃資格賽，意大利咧對陣愛沙尼亞，比賽74分鐘啊！一位年僅20歲嘅意大利小將咧，打入咗自己代表意大利成年隊嘅第一個入球。嗱，有人叫佢做新韋里，有人咧就當佢做新嘅伊班希莫域，仲有人咧將佢視為意大利男子國家足球隊復興嘅希望。佢就係皮奧艾斯普斯圖。2023年11月嘅一場2月聯賽啊，本來咧呢場咧只不過係一場普通嘅聯賽嚟嘅啫，但咧卻載入咗史冊。原因咧好簡單，呢場比賽咧出現咗3名姓艾斯普斯圖嘅球員，而其中最後生嘅一位咧就係今日故事嘅主角皮奧。斯塔比亞海堡，意大利咧坎帕尼亞嘅一個足球氛圍極濃嘅海濱小鎮。同時咧，亦都有艾斯普斯圖家族嘅根。嗱，呢個咧係一個深受足球文化影響嘅家族啊。阿爺咧曾經喺業餘聯賽裏邊咧出任攻擊中場，爸爸咧阿哥斯天奴亦都曾經喺拿波里裏邊咧接受過青訓。掛靴之後啊，仲喺祖雲斯達比亞青年軍咧做過教練。2005年出世嘅皮奧咧係3兄弟之中最細嘅一個，屋企咧有一座私人嘅足球場。6歲之前啊，佢幾乎每日咧都喺呢片小小嘅球場上邊咧，同2位哥哥一齊踢波。所以啊，對皮奧嚟講咧，足球咧並唔係由訓練開始，而係生活嘅一部分。嗱，亦正正係呢座城鎮啦，呢個屋企同埋呢片球場咧，共同咁孕育同埋點燃咗佢對足球最初而係最純粹嘅熱愛。嗱，亦因為咁啊，長大之後嘅皮奧咧，選擇咗以94號咧作為後邊嘅號碼。作為向孕育佢成長嘅街區同埋童年歲月致敬。皮奧6歲嗰一年啦，佢哋一家咧就搬到咗布雷西亞，唔係為咗生活，而係為咗足球。幾兄弟咧一齊入咗布雷西亞學院咧，開始接受正式嘅足球訓練。3年之後啦，幾兄弟咧由布雷西亞啦加入咗國際米蘭嘅青訓營。由嗰陣時開始咧，皮奧咧就一路升級。幾乎效力過咗國際米蘭所有級別嘅青年軍。2020同埋2021年啦，由於新冠疫情啊 ，U15同埋 U16嘅聯賽咧暫停咗。嗰2年啊，冇比賽冇掌聲，但皮奧咧就喺沉默入邊咧完成咗成長。到咗2021-22球季咧，聯賽復常，皮奧咧重返球場。呢個時候咧，佢已經係國米 U17嘅隊員。24場比賽打入咗21球，幫助球隊咧打入咗意大利 U17 錦標賽嘅決賽。差唔多場均1球嘅數據咧，令到只有17歲嘅皮奧咧喺之後一個球季咧被調升到國際米蘭嘅青年軍。喺青年聯賽嘅階段啊，皮奧咧就遇上咗改變佢軌跡嘅教練哲和。嗰個球季咧，國際米蘭嘅青年軍咧曾經有段時間咧陷入咗低潮。成績咧唔係咁理想，而喺某一場對陣卡利亞里嘅比賽裏邊咧，原本嘅隊長咧有缺陣。呢個時候咧，哲和咧就將隊長嘅袖標咧交咗俾皮奧。最終嗰場比賽咧，皮奧就上演咗帽子戲法，帶領隊波咧以3-2獲勝。從嗰一日開始啊，隊長嘅袖標咧就再冇離開過佢嘅手臂。最終啊，佢代表國際米蘭嘅青年軍咧喺各項賽事裏邊咧，一共出場41次，打入咗16球。喺青年軍嘅嗰段日子啊，皮奧咧除咗展示咗出色嘅攻擊能力咧，仲磨練出卓越嘅領導能力，由天才嘅小將變成一名成熟嘅大人。2023年咧，皮奧終於迎來咗一個大嘅飛躍，國米咧同佢簽訂咗一份到2027年嘅長約。18歲嘅皮奧啊，摩拳擦掌。準備要喺新球季代表國米咧喺意甲大殺四方。但係估唔到嘅係咧，喺簽約之後1個月咧，佢就俾國米禮手租咗俾2月嘅斯佩齊亞。唔好以為意甲落嚟咧就可以大蝦細，話晒咧上個球季咧佢踢嘅都係意甲球會嘅青年軍啫。由青年聯賽咧一下子調到嚟職業聯賽，呢度咧冇人會再當佢係細路。第一個職業球季啊，皮奧上陣38次，僅僅打入咗3球。呢個數字咧，相比於青年時期出色嘅表現咧，對於一個被寄予厚望嘅年輕中鋒嚟講咧，
一啲都唔好睇。皮奧咧第一次感受到職業足球嘅殘酷。嗱，第二個球季來臨啦嚇，皮奧冇選擇翻國米，因為佢知道啊自己仲未真正 ready。由青年隊到職業足球，皮奧清楚啊自己最舒適嘅地方咧就係身體。第二年啊，佢幾乎每日訓練咧都會留低，健身房咧成為咗佢第二個屋企。佢同隊友一齊加操，一齊練力量，一齊將自己推到極限。嗱，呢個階段啊，皮奧得到再一次嘅進化，變成咗一個頂得住、hold 得到波、撐得住進攻嘅9號位球員。嗱，當身體跟得上嘅時候咧，信心就慢慢翻嚟啦。第二個職業球季啊，皮奧真正完成咗蛻變。30場比賽，佢貢獻咗19個入球，包括升班附加關鍵時刻嘅2個入球。大家除咗記得佢係當季2月最佳年輕球員之外，仲有呢一個標誌性嘅大力水手慶祝動作。嗱，呢個動作咧唔係曬命，而係佢過去1年努力嘅回應。嗱，咁樣嘅表現啊，自然會引嚟關注。拿波利咧開出咗5000萬歐元嘅報價，但係對國際米蘭嚟講啊，一個被視為未來可以撐得起球會嘅名，區5000萬又點會俾你帶走啊？新嘅球季啊，藍黑軍團咧決定直接召回佢，帶佢去見下世面。嗱，2025年世界球會杯嘅分組賽，國米對陣浦和紅鑽，比賽去到70分鐘啊，皮奧咧就換落咗自己阿哥 S 艾斯普士圖，迎嚟咗自己國米一隊嘅首次亮相。4日之後啊，分組賽最後一輪，國米咧對陣河床，比賽去到71分鐘，皮奧咧禁區裏邊咧冷靜擺脫防守球員咧推射破網，全場咧瞬間爆炸，佢咧瘋狂吶喊，好似喺度話緊俾全世界人聽：國米我翻嚟啦！嗱，為咗表彰皮奧啦，上個球季咧喺斯貝齊亞出色嘅表現啦，同埋呢個球季翻到國米之後嘅迅速崛起，包括代表國米啊同埋意大利國家隊嘅入球啦。喺啱啱過去嘅11月咧，佢就獲得咗都靈體育頒發嘅最佳意大利金童獎，被視為意大利嘅未來之星。嗱，的確啊，自從2025年8月第一次入選國家隊大名單開始，皮奧咧已經代表意大利國家隊咧出場5次，打入咗3球。嗱，對於一個國家隊新丁嚟講啊，呢個成績咧真係抵讚。不過咧，仲有好多人咧希望俾呢個細路咧多啲時間，等佢咧可以喺相對安靜嘅環境咧慢慢成長，唔希望咧太快去捧殺佢。嗱，嚟緊2026年咧，意大利仲要同其他16支歐洲嘅球隊咧爭奪4個世界盃嘅名額。究竟意大利啊會唔會就咁連續3屆缺席世界盃，定係強勢回歸？皮奧咧又會唔會成為意大利復興嘅領軍人，定只係曇花一現？對於意大利同埋皮奧嚟講啊，一切咧都仲係言之尚早，至少啊要過埋出年3月同北海嗰關先再講嘢。我係電視君，我哋下集見。